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从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谓讲的了解。本节目的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。第2讲第13篇，张老相公。张老相公是山西人，拄好要无闲嫁查某囝到南方去。就安尼带某带囝坐船离行。这船哦，停当金山的时阵哦，这张老相公哦，想讲啊无搁加买寡嫁妆啦。这查某囝出嫁的时阵吼，搁较请赢。这临行哦，就吩咐厝内底人，这恁是毋通当船顶烘肉哦，因为这江中有古怪。这古怪啊，古啊！大只的比啊，这比船搁大只。伊见摆吼，若闻着烘肉的香味的时阵吼，就会出来拍舟踢船啊，生吞活人，危害航行足久啊。这张老相公啊，上欢了啦。这厝内底人袂记定定啊，竟然吼当这船顶烘肉啦。突然奇龙滔天，船接冰雹，车女老婢。全部沉入江中。张老相公回来了，知影这件代志，哀悼妻女，悲痛悔恨不已。就因为安尼，这张老相公哦，就上山到了金山寺啊，去拜见师傅。问伊讲哦，这只古怪的详细情形是安那？而且表示讲哦，伊决心要报仇。这师傅听着讲，伊想要报仇啊，惊害万分啊，连伊就甲苦劝啊，哎呀，毋通，这古怪足大只，足可怕的。这岸顶的人啊，拢惊扫着风台尾啊，服侍伊那性命呢。敢若祈求讲伊毋通生气啊，时不时啊，着抬一寡三星啦啊，甲烘的了，着半只生落啦倒入去江中啦这生螺啦生螺是牲口的生，家螺的螺。以前啊，这三星若拢破做一半，你就会当对内底看到遐边仔骨啦啊，像迄坐家的迄个家螺安尼啦所以半只生螺，拆做半只叫做生螺啊，等这古怪伊会跳起来甲吞食，了就阿弥陀佛啦。这什么人甲伊结冤仇咧？这张老相公听完师傅的话了这报仇的计划啊，已经浮现脑海啊。连伊就找迄铁工的来啊，连伫100斤重铁仔做的半只生螺，而且查出了伊即只古怪伊拢当倒咧出入。最后派3名壮丁啊。伊用这个大铁叶啊，甲这浸过以后，烧甲红记记的铁生螺压倒伫这个江中。这古怪真正撞出来，而且连伊甲这铁生螺吞落腹，无偌久，无拢急涌入山，过了时啊才平息。这故事就浮起来啊。这师傅甲附近的人为着要感念，煞起了一座这个张老相公的寺啊，而且设有这个人头红啊，会当互大家去拜。这大家拢甲当做伊是水神。听讲你甲祈祷了后，阁真灵舍，